台语一年等，愈讲愈连等，搞过边。来，我小姐。过无一个月时间吼，咱就要到2024年啊。啊，有当时吼，你感觉迄时间吼，真正是吼过到够紧的，无法度。你看我像我这个年岁哦，2035啊，你一定会希望讲吼，时间会当慢过较慢的，唔通伫你的面上甲迄撩痕印出来。啊，你就是咧迄种期待，时间过较紧的，啊慢慢大汉，然后出社会做头路，家己趁钱，安尼对无？啊，毋过愈来愈大汉，其实嘛有时间愈过愈紧的感觉。对啊，你真正是感觉哦，可能过几冬啊哦，啊来开始变老啊。唔像是到我这个年岁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吼，拜托的时间停一下啊。啊，咱话讲倒转来吼，就是讲吼，咱过2024年了，1月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要选总统。最近啊，就有一个讲要参选总统的公众人物，啊，伊就伫一个记者会顶悬吼，伊就讲出一个词，叫做汤箍。伊一讲出来了，有足侪人唔知，啊，有的人一定知影，因为这个词吼伫本土，你也当做较食明台语的吼，你就知影这个汤箍是啥物意思。所以咱今仔日就要来讲一下汤箍，啊，佮一寡选举的用语是安怎用。若是为这位公众人物当初讲的这个语境来解说汤箍这个字吼，伊其实就是咧整合各方的意见，甲政人干咧苦做伙这个意思。啊，若是有咧关心这个政治运动，啊是一寡选举活动的人，就较捌这个字。啊，毋过有一寡人吼，伊就真正无咧了解这个政治的运动，啊是讲选举用语。啊，伊生活当中吼嘛袂去用到汤箍这个字，伊就袂去了解啊，这个物件到底写做啥物形。佮较变讲吼，伊去了解讲会使用汤箍这个字来比喻讲整合各方意见啊，互大家共心，这个角色有安尼重要。啊，咱若要解说汤箍这个词吼，咱大家为较早咱定用迄种茶汤开始讲。这茶汤用途真正足侪吼，你会当用叶汤啊，会当做西汤啊、料汤啊、面汤啊、骹汤啊，拢会当用。要毋过这汤啊的特性吼，伊茶头做的，伊会吸气味，唔会放气味。所以吼，你一个汤，你才会当用做一个用途。比如讲，你来做面汤，你就袂当摕去做料汤，啊无你咧洗面的时阵，你可能会闻到料味。而且吼，为着袂互这个茶汤吼会安尼漚去，所以做汤的这个师傅吼，在做进前，伊就爱先经迄款较袂歹去，会使放较久的茶头。譬如讲，大家较熟悉檜榔气啊，还是讲这个福山啊、台湾山这个茶头吼，拢是较适合做茶汤的。啊，咱原料甲经好势了吼，你就爱甲下做一片一片，甲迄表面吼烤好平，而且这个茶帮吼，你就爱甲乌空甲笋，你甲它倒做伙，变成一个汤仔外壳。啊，你甲变成汤仔外壳了后吼，上重要的代志吼，你就是爱搁找物件吼，甲这几片茶帮烤好红，较袂讲凝气啊、四散气啊。古早人吼，原底去烤好红的物件，伊可能较爱用迄种特别啊。啊，即摆好容易用迄气线吼，船吼三股做汤箍。所以讲吼，咱若无这个箍吼，汤啊嘛是有可能会散去，一定要用这个汤箍来甲伊加强。啊，无你干那靠迄茶汤的一片一片的迄茶帮，那有可能汤啊拢袂散，伊嘛是可能会歹去。所以讲，咱台湾人若咧做啥物煮菜的人，还是讲甲正人苦做伙的这个人，咱就用汤箍来讲这个人。啊，嘛有一个俗语哦，就是讲吼，汤无苦会散，鸡无煮会乱，就是咧强调这款人存在的重要性。安尼汤箍的意思解说了，咱翻过头来真足想吼，有当时啊，咱伫新闻顶面看到，就讲到足侪新闻用语，像迄三脚督，伊的意思吼，就是咧讲三个人吼，三强对抗。迄种局面，因为拄吼，伊就是有抵挡、抵抗的意思，所以吼，伊的意思吼就是讲吼，这三个强势的人吼，伊的势力差不多，有法度安尼平起去，相对抗的意思。所以三脚督，咱即马选举拄好三脚督。啊，无论是倒一个场面的候选人吼，伊拢需要一个较有名有势啦、较有地位的这个政治人物来甲伊助选、化声，啊，佮有消停。讲到这个消停，大家应该是直接听到。听这个字，伊的意思本身就有迄款支持啊、扶持的意思。啊，若是消停吼，就有迄种互相支持、斗相共的意思。要毋过吼，消停这个词吼，你有当时会当用来讲吼，因是互相配合。譬如讲吼，礼数消停，意思是讲吼，哦，这个人足够礼，两个拢有来有往。嘿，有来有去安尼的意思。啊，佮另外一个意思的，就是讲吼，色水无消停，这两个色水配做伙吼，配袂起来，安尼迄种感觉。哦，啊，除了这个消停以外，佮有另外一个词，咱嘛较常用，叫做消经，嘛是咧互相支持啊，斗相共的这个意思。所以讲，咱若是有当时啊听到这个消经，咱就使捡起来，讲互较侪人听安尼。啊，佮有一寡词吼，大家关系想讲哦，定定听到啊，咱敢搁爱搁介绍。要毋过咱定定咧看到遮个词的时阵吼，因拢是用迄种华语的音落去写台语字，譬如讲吼，冻蒜，有个人就甲写一个华语的冻，冰冻的冻，蒜头的蒜。要毋过吼，伊实在应该是爱安尼写冻蒜。啊，无论吼选举这个期间，伊是偌尔紧张，偌尔刺激，其实吼上关键的，就是最后一步
部党票，啊，毋过真趣味哦。伫咧华语内底拢写做投票，啊，伊强调的是甲即个票等入去票箱即个动作。啊，毋过吼，咱台语咧强调的是讲吼，甲即个票转哦好势，落入去票箱即个动作。转票即个转吼，伊写做一转两转。早转的转。嘿，早转的转安尼。啊，佫有一寡吼，咱选举看到现象，咱嘛是爱了解讲吼，伊的台语文安怎写。譬如讲吼，像个条仔卡，条仔卡即个词吼，伫华语就是咧讲庄脚艺术啦。要毋过吼。条仔卡，伊即个伫台语本地的意思，伊就是讲吼，伊是一个条仔军部的底地。尾仔吼，即个词吼，伫台语的演变之后，伫个地方替候选人扣票、购票的一个人物。啊，另外一个，即比如即个选举现象的词叫做光强，即个词伫咧华语伊会写做是抬轿。啊，即抬轿伊本身的意思是咧讲吼，替生命光强的即个意思。啊，佮尾仔伊就变做是讲伫咧选举的期间，替即个候选人做代志啊，做一寡声势啊，扣票数。即个现象安尼。啊，咱今仔介绍做者，咱定定听到一寡选举的台语意思，咱就介绍讲吼，伊背后伊是安怎来用的。啊，当做有其他你感觉足熟悉的，啊，佮足趣味的选举台语意思，你也知影，你会当留话甲阮讲。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《来一点灯》，拜拜。